好啊，嗱，一開始同你跟進下我哋而家嗰個嘅美國債市個情況先啦。因為睇翻美國債市咧，絕對都係大家高度關注。因為睇翻10年期、30年期個債息繼續都係翻啲高位附近嘅。就算話美國財政部上個禮拜三干預債市之後咧，其實個長債息短線跌一跌之後咧，好快而家又上翻嚟啦。30年期繼續都喺5.23厘呢啲位置附近嘅。嗱，而家個困局係咪我哋睇住即係美國嗰個嘅國家個債務第一次突破咗40萬億美元啦？咁而家政府方面就要有個大量嘅資金，再融資壓力又大，債券個供應又越嚟越多，同時大家對個通脹都有啲戒心啊！投資者就要更加高嘅回報或者更加高嘅利息，先至係繼續去揸住個美債。咁所以見到其實你30年期嘅債息咧，講緊係即係有35個交易日都係高過呢個5厘以上，個情況都係罕見。嗱，可能你睇而家短期之內啦，債息嗰度係咪都會繼續維持個高水平咧？或者甚至乎你睇中期選舉之前啊，聯儲局會唔會係即係我哋睇翻個加息嘅機會率，其實而家係咪相對都低咧？我諗維持高水平個機會都比較高嘅，因為咧其實而家個情況就即係個債息咧，其實你諗下個 buyback 佢個 buyback program 咧，其實都係講緊即係 billion 計嘅啫。咁其實但係我哋講緊其實佔咗個長債10年、30年嗰個發債量咧，其實我哋講緊呢個增量啊，個 buyback 個增量咧，其實佔咗10幾個 percent 嘅啫。咁所以其實個額度係唔夠嘅。咁我哋計過咧，其實對長息嗰個影響咧，可能就係4點子到5點子呢種水平。咁其實就好有限嘅個影響。咁所以咧，亦都咧，因為你係即係你買嗰啲長債係用短債發咗啲短債嚟吸咗啲錢去彌補嘅，咁冇額外嘅新資金嘅。咁所以咧，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影響嚟嘅。咁所以就即係而家個長息咧，除非我哋就好似英國咁。除非佢好似英國咁咧，公佈咧係個縮減嗰個長債嗰個發售量。如果唔係咧，個發行量咧，如果唔係咧，就個長息就應該持續高企。咁但係有可能會改嘅，因為22年嗰陣英國咧都曾經試過改嘅。咁所以就睇下佢會唔會改啦。如果改嘅話咧，可能有10多點嘅下行空間嘅。但係如果佢唔改嘅話咧，咁就即係而家呢種水平要等個 AI 佢哋啲 hyperscaler 佢哋嗰個發行量減低咧，吸少咗錢。咁樣等啲錢咧回翻過去個國際市場咧，咁先有得企翻穩嘅。如果唔係咧，就係即係而家呢種水平就應該持續一段長時間。咁至於加息嗰個問題咧，就都當然關心啦。咁就其實佢俾咗一啲即係John Williams 咧已經講咗一啲佢哋認為應該加息個條件係咩啊？咁就咧佢俾咗3個條件嘅，就係個核心通脹、超級核心通脹同埋個商品通脹咧3樣嘢。即係佢有個數字嘅0.21、0.22同埋0啊。咁呢3個 criteria 裏面咧，其實只係中咗一個嘅，就係個商品通脹咧係而家係高過0嘅。咁另外咧就係個核心通脹嗰度咧嗰個0.21咧，咁而家就未達標嘅。咁但係因為上個月咧，點解個核心通脹咁弱咧？係因為個酒店咧突然間通縮嘅，咁啊下跌咗好多。咁呢個好異常嘅、好罕見嘅，亦都相信唔會持續嘅。咁所以就有多過一個條件咧，可能去到下個月咧，有3個條件裏面咧，有2個可以達到嘅加息。咁所以個加息嗰個空間咧，其實就都仲存在喺度嘅，仲唔係即係唔係咁悲觀。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今個星期都會睇一睇禮拜5 Jackson Hole 嗰度Kevin Walsh 會講啲咩咧。咁到時個指引會比較清晰啲嘅。